可以夹在这个缝里，一点也不浪费，非常好用的蚊香支架。妙用2：手机支架。我们把指甲剪的这边旋转过来，然后再把指甲刀的锉刀摆直，这样就可以用来当手机支架啦，简单又方便。妙用3：代替螺丝刀，把里面这个小锉刀给它打开，这个尖头呢可以用来拧掉螺丝。身边没有工具的时候呢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救急哦。妙用4：里面这个小锉刀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拆快递工具，方便又快捷。妙用5：嗑瓜子儿，把瓜子儿塞到指甲刀的旁边，轻轻一捏，瓜子壳就开啦，轻松就能剥出很多瓜子儿，手指甲再也不会疼了。怎么样，很不错吧？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、收藏和关注我哟！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ปะโถเอ้ย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เขาเห็ดบัดเฮาเราเอามาตัดเล็บตายห่าแล้วโอ้โง่มาตั้งนานด้วยได้